分人数看客家苗路學院，明日一客二生活，客家委員會主任李延古收回12月1號參加高雄美濃建設園立美濃愛鄉30紀念餐會，古主必回顧1994年參加美濃反水庫運動時感性講道，30年高鐵，唔過持續有建制度嘅後生人歸鄉參加社區工作，反水庫運動結束，也到後生人留下來。也唔單唱係美濃人對自家家鄉土地嘅愛，咩係也對歸鄉後生人持續關心公共事務、做建設嘅精神。反美濃水庫唔單唱成功擋下美濃水庫嘅開發，使黑王躍翠谷生態廊套，同時留下台灣重要嘅文學同歷史場景，成為社會改革同環境運動起事嘅農村基地。咪下次總嘅當地人士組織成立。美濃愛鄉協進會持續關心地方嘅生態保育、古蹟保存、文化推廣等議題，古主必強調民間力量嘅重要性，希望鄉親做得強下關心談過參加公共事務，望各地客眾都做得保有自家嘅特色，談過永續經營。以上睇客家苗路學院嘅報道，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明日一客二就係家鄉。家鄉，幾多人展現對家鄉土地嘅愛，幾多人展現對家鄉土地嘅愛，唔學為盲，下一拜章來了。